南投一间戏院举办讲台语的运动，来到戏院只要讲台语买电影票，就送你饮料。真侪乡亲拢感觉真心惜，真侪人拢烧招来讲台语看电影。你讲有介意一个人，真久。最近一出爱情国片当伫咧上映，南投一间戏院推出讲台语运动，若是来到戏院绕台语买票，就当得到一杯免钱凉的。戏院推那个说台语可以送一杯饮料，然后我觉得很不错。除了讲台语运动，戏院嘛发挥创意来收集大家爱情小物，甲这充满回忆的物件放伫咧保温箱内底，代表保存美丽记忆。配合电影行销手法，吸引真侪话题。我们把这些证明收集过来，然后特别放在这个以前的保温箱。对电影事件，在地业者发挥创意来吸引民众注意，若做上好行销，望大家更注重保存传统语言的重要性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